每日隨機鎖匙盤啊！今日有客人話想睇綠表居屋啊，揾到間超新盤，即刻去睇下。上到嚟彩明苑呢間506尺嘅兩房綠表貨賣，而家有機會400萬都唔使，100蚊印花稅就買得到。呢個廚房呢，3邊工作台，咁見到啦，果然居屋嘅廚房呢係最市正最企理嘅。入屋見到全屋咧都幾靚裝修，地板都換過晒，咁家私自己換過就用得個單位啦。飯廳位置咧都有對流窗，食飯嘅時候咧開住隻窗通風好正。咁景觀又點樣啊？C座呢隻單邊嘅單位咧，望出去係一個好舒服嘅山景，下面咧係學校操場嘅位置啦，咁所以相對望出去咧同其他建築物嘅距離都足夠遠嘅。咁而至於我哋單位其他地方啦，先睇睇嗰個浴室啊，咁見到都完全係精裝修嘅，即係換句説話講，裝修最貴嘅地方，廚房、廁所、地板呢個單位都做好晒俾你啦。咁再睇下我哋房間嘅位置啊，咁其實見到無論客房、主人房定係成個單位嘅間隔咧，係非常之近似同區一啲私樓嘅兩房嘅。咁所以彩明苑呢隻兩房間隔咧，我會覺得係成區最靚嘅居屋兩房間隔。唔知你又覺得點呢？